身西装笔挺，改良客家传统大金衫。杨进焕师傅亲自展示，玄机在正面。我传统西装已经穿太平常了，我穿一件跟人家不一样，但是我又和你们西装一样是同等级的感觉。2005年参加客委会辅导，与国内知名设计师交流，旧思维在新风潮洗礼下蜕变，设计出的改良西装大受欢迎。我遇见22个学校的校长穿我那个改良式的西装，校长他说：“你这个不要叫做什么客式西装，你就干脆叫校长服好了。”这件送给桃园龙兴国小的蓝衫高挂布告栏，是母语传承的活教材，老祖宗的智慧处处有乾坤。它这里面是放毛巾、饭团啊，那些毛巾啊，都是放在这里的。条纹花色年轻感，不受限场合，翻个折子像穿了背心，打领带也适宜，一衣多穿，实惠的设计。我们不能让客家服饰只是埋没在某一个角落而已，我们要可以说大众可以接受，可以穿得出去。40年的功夫也得迎合时代潮流才能生存。消费者不想撞衫，就给他独一无二的客制衣裳。好，所以这件也是完全客制化的。对，因为这块布连布都是那个客制化，广东会只有出10嘛，所以这件衣服是独一无二，全台独一无二，不会撞衫，对不对？那制作上不会懂通时间嘛，要花很多时间，要耗很多时间嘛。天窗不会。哦，一定要的嘛，对不对？一定会。哦，所以这就是跟成衣最大的不同。对，成衣它一个版型搞定，它就可以量产。按量呢，它完全是花在设计上的功夫、时间是这样。流转客家风华的蓝衫不断的改良，无非是希望让大众想穿、愿意穿、也爱穿，进而能够推动客家文化产业化的趋势。每懂通时間嘛，聽錯背；每懂通時間嘛，聽錯背。